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6。以赛亞書35章30安尼讲：着互软弱的手坚强，互无力的骹头有徛在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手坚强，骹徛在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的无所不能、至权上帝。主啊！你创造阮，捏造阮，又救赎阮，互阮通全然属于你，因为你是疼痛阮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！你看阮最尊贵，你看阮最宝贝。你对万人中拣选阮，互阮单单归伫你。主啊！感谢你，安尼疼，无人通替。主啊！阮伫大水波浪的危险中，你甲阮三个伫地。阮伫大火熬炼的试炼中，你甲阮三个伫地。主啊！求你帮助阮，互阮软弱的手坚强，互无力的骹头有徛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